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2日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竹市长高虹安涉领助理总经佮加班费，一审判7档4个月，立委安宽刑等案嘛计共判8档4个月。气象署早起解读台北风台海上风台警报，继续针对苗栗以南瀑布大水雨的直播。台股2天的风台价，美国的科技股是落甲真惨。台股今仔盘中上侪落尾1000点，落尾收盘落752点。咱先来看新竹市长高虹安，洪指控伫立委任内涉嫌诈领超过46万的助理奖金，佮有加班费。欢迎经过1档的审理，本地24要宣判。因为风台改今仔宣判，伊一审洪以贪污顶罪判高虹安7档4个月有期徒刑，提夺公款4档哦。依照地方制度法的规定，市长就要停职咯。牵涉到贪污争议，马前一届出庭，新竹市长高虹安互人控告，伫立委的任内涉嫌假资料、甲假报助理收金、甲加班费，佮借由零用金制度要求助理缴差额，卖甲钱刷去家己用，诈领超过46万。经过法院将近1年的审理，高虹安2日互人依照贪污顶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7年4个月，提夺公款4年，专案还佫会当上诉。那明知道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不管是酬金也好，加班费也好，都是由立法院直接拨入各公费助理个人的金融账户，并不能算是立法委员薪资的一部分，也不是对立法委员个人的实质补贴。但是竟然跟黄惠文、陈焕宇、王玉文有本件的犯行。一审判有罪合议庭指出，高虹安担任立委的要职，应该都要清廉，为了增加立委办公室会当运用的零用金，煞利用职务的机会加领助理补助费，败坏官名。公案互人被告，还佫有高虹安伫立委时期4个办公室主任。今天没有认罪，要不要说一下？为前早到审理，干那前助理王玉文否认犯罪，互人依照贪污罪判刑2年，缓刑5年。其他的各会前助理，包含已经认罪的小兔黄惠文、陈焕宇，各互人判1年至2年有期徒刑，也拢得到缓刑。那前主任陈玉凯一审互人判无罪，虽然专案无定案，只是按照地方制度法明定县市首长等人涉嫌贪污顶罪，一审互人判刑都要先停职。这届高虹安互人依照贪污判有罪，会互人停职。新竹市长的职务是由副市长屈新婉代理。记者综合报道。针对台北地方法院一审的判决，新竹市长高虹安是回应讲，伊会阁上诉，嘛宣布讲要退出民众党。法官今天的宣判和10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非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有非常大的差异，更是前所未见。针对一审的判决，我绝对会提出上诉。我也要在此警告，想要利用政治恶意操作来攻击市府运作的人，你们不会得逞。市府团队绝对会依循稳健步伐迈力向前，不容许有任何状况伤害到新竹市民。最后，我也要在此正式宣布，即刻退出台湾民众党。谢谢各界的关心。咱再来看国民党的立委甘宽庆涉嫌用人头诈领助理费，伊的厝哥侵占国土假买卖，去年4月被起诉。台中地方法院今仔一审是判甘宽庆贪污罪7档10个月，提夺公款3档哦。假造文书罪是判伊6个月，侵占国土的部分是无罪。甘宽庆讲这是政治的操作，伊会阁上诉。国民党立委甘宽庆被指控用人头诈领助理费、偷占国土、刷落高级厝体假买卖这案件，台中地院2日宣判，其中甘宽庆被依照贪污罪判7档10个月，提夺公款3档；高级厝体假买卖对公务员登录不实罪判刑6个月，会当拿罚金代替坐监，也偷占国有地是判无罪。而这个记账部分是写严董代收代付总表。代收立法院薪资107 2月5日至109 1月15，那挂符林信福等。换句话说，这笔钱的部分等于是他代收代付，他用在这个被告这个严宽恒的相关支出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证据。换句话说，这笔钱并不是林信福担任助理的所可以使用的钱。也诈领助理费的人头林进福，嘛依照贪污罪判7档8个月，提夺公款2档，没收108万的贪污所得，也偷占国土罪。甘宽刑甲因某因为有充足的证据判无罪。
甘宽兴两项罪名计共判8当4个月，伊第一时间回应，批评讲这是政治干涉司法。如今因为一些莫须有的指控而深陷司法诉讼争端，我必须在此清楚地表明我的清白。司法应该是公正无私的，应该依照法律的事实来进行审判，而不是受到政治力量的干预跟操纵。甘宽兴强调讲，伊助理林进福所收到的薪水拢无使用遐是领出来，助理费是家己出钱，并无诈领，嘛好恁厝的买卖是假的。除了强调捍卫名誉甲权利，卖阁再上诉。记者台中报道。来关心凯美丰台上新的状况，气象署早起跟解读海上的风台警报，也毋过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就要特别注意了大水河。气象署嘛，阁继续发布大水河特报，中南部佮有东南部地区会阁继续落大水河，就要特别注意哦。今仔早起，金门的航空站要飞登的台湾的旅客，人是叉。民航局嘛协调业者来开加班车。大船旅客来到金门航空站候补，因为风台影响班机规拢乱去，有旅客已经调伫遮2天，真想要回厝，不过也是补无位。现在人很多，补得到吗？不知道，希望可以。现在好多班次又取消了。对，今天也取消了。对啊。如果今天也没办法飞的话，怎么办？明天再看账。民航局统计，因为风台影响，拜五国内线取消25班，延误9班。对于金门大船旅客滞留，已经有协调业者开加班机。凯美风台一个离开，气象署早起就解除凯美风台的海陆警报。不过金门甲马祖拜五也是有阵风雨，另外中南部地区落雨也会继续。气象署特别针对中南部甲东南部地区发布大水河的特报，预定后礼拜1至拜2，海面上又有热带系统在发展，而且真靠近台湾。菲律宾东方海面还是有一些热带云束在发展，那这些热带云束呢，有可能随着季风槽的推进，随着时间的推进，在礼拜1、礼拜2的时候呢，比较接近我们台湾附近啊，那不排除在里面呢可能有热带系统的发展。回顾凯美风台侵袭台湾期间，中南部地区落雨真激烈，高雄、岛那林道累计的雨量突破1800毫米，屏东的尾寮山港超过1500毫米的雨量，嘉义本基湖、宜兰太平山、台南关山嘛拢有超过1000毫米的雨量。气象署分析，凯美甲莫拉克风台同款拢是因为外围环流甲西南风透南的影响，为中南部带来强降雨。不过莫拉克影响台湾的时间较长，所以所带来雨量嘛佫较济。记者综合报道。这届风台雨水是真高，云林有真侪所在拢淹水，有袂少庄头淹水是超过100公分悬。全县佫有8万外户失电，7000外户佫还未恢复供电哦。有真侪乡亲拢讲，唔捌淹水应该遮尔厉害。门口埕的水淹超过100公分悬，连房间内底的水嘛甲面层变悬，规暝拢无人敢困。云林水南乡的万兴村因为圳高崩花遭大水，虽然已经有风声撤离，不过也是有村民选择要留落来守护家己的厝。日落的早啊，雨势总算有较少，不过圳高的水也是一直流入去庄内。我看到我就用转头，头发蒙蒙，唔知要安怎处理。毋着规暗拢无困。规暗拢无困。哦。尖山村的水嘛也袂退，中风的老人敢若会当坐伫面床边啊，双脚浸水。当地村长就讲，这是头一届淹水遮严重。这大排毋捌看水吼，毋捌看水灌过，这边拢灌过来安尼，互你无法度应付啦。那大鼻乡的西镇村为25尾阿嬷盐淡圳沟冒出来了后，就开始淹水。加上附近毋是河，就是圳沟，水下袂离，所以到26早起，这水也是超过130公分悬。到目前呢，较体只120公分，所以我只地势较悬，我只胸坎要水，所以我地势也佫较低，遐佫深。昨天下午的6点多，这样弄水啊，这状况是水，我已经淹了15个小时了。另外，伫咧北寮的少林寺社区，同款是为25暗头啊开始淹水，深度嘛超过100公分悬，有民众规暝无困，无用咧甲水放出去。乡的6、7点就开始雨雨啊，好啊4、5点。仓库啦，然后家里，你看我们家，还有槟榔摊全部，感觉唔捌淹遮尔凄惨的啊！
凯美丰台发威大水河扫过分林，造成全县8万外户停电，目前还有7000外户还未恢复。民众表示，即摆就爱等雨紧停，才会当慢慢整理厝内。记者王伟雄分林报道。再来看嘉义水上乡内溪川的溪仔底哦，这水是淹到一层楼悬。阿里山公路嘛，因为有部分路段崩山哦，电火调断去，有上万户失电佮停水，台电是搁抢修。国军扫到树林船沿路发物资，民众对二楼但有拔掉所在地下或者是水塔，物件在结果救起嚟。凯美洪台清洁大环，大雨对中南部造成正大的灾情。嘉义水上乡美上美社区淹水的情形正严重，上人员斗相共，迄寡爱撤离的民众撤离。同款灾情严重的，还有明阳乡的西昌村，水已经淹第2天啊！在地民众讲，规个村差不多拢浸伫咧水内面，村民无法度出发，正需要外界物资斗相共。这里是嘉义县民雄乡西昌村，已经淹水第2天了，急需要物资来帮助，最深的位置有到肩膀。本来厝门口是一条车路，淹过煞变做一条溪，而且水拢是土黄色的。嘉义县水上乡瑞溪村溪仔底，昨水是淹到一层楼悬。当地村长甲居民讲，这是自从1996年货币洪台淹水以来，今年又搁淹到遮尔悬。土坡是正悬。哦，一冲入来，迄才正悬，这边是倒悬，边差不多大概可能150户有，上深的可能写3米有啦。另外，伫水上乡瑞溪村的木瓜园边啊，是有发现一具尸体，怎么也唔知影身份。警方已经到现场处理。伊那伫罗草乡的碧潭村北江溪边的村庄，昨夜做大水，水淹到脚头夫，真侪民众是穿雨抹短裤撩水出去外口买食的。今天比较严重的是碧潭村，村庄大概快1/2的村落有淹水的状况。要拿阿里山的连体部分受到凯美洪台影响，边坡有土石崩来，甲铁基路拢砍掉的，一个有一寡树啊倒来，这个日子也是停驶。阿里山公路也因为山崩电火条啊断去，要甲上万户无电无水，台电已经全力伫咧抢修。阿里山居民已经3天无水无电，生活真无方便。嘉义县县长王忠良表示，若水消退了，就会开始重建复原的工作，包括清军甲卫生局的消毒、住宅边的义诊，对各方面赶紧协助灾民重建工园。记者综合报道。这2天哦，伫屏东、高雄，阁有台南的外海，计共受5只货船靠搭，加载人佮船拢平安。也毋过有一只坦桑尼亚的货船哦，亲像伫高雄港的外海沉船，船顶是有9个缅甸的船员失踪，目前有3个船员获救起来。虽然天气无好，也毋过乌鹰直升机也是一直伫咧高雄外海搜寻，要找因为敢若是拄着凯美洪台沉去的坦桑尼亚级的货轮福顺号失踪的9位缅甸籍船员。虽然因为海上无好，风险相大，暂停搜索，但是尾后也是有好消息，有救到3个人。直至16时许，第5岸巡队接获港埔派出所员警通报，有民众带2名外籍人士至派出所报案称，其为福轮船员。经比对出港船员名单，确认为福轮大副及厨师。海巡人员甲缅甸籍的船员挖药啊，除了这2个人，第3个人是伫咧鼻头角的岸边被发现，还有6个人也未找到。海巡讲，等天气还有风景较好，各地监艇将会继续找人。另外，还有5台货轮调伫咧台南到屏东附近的海边，总共有58位船员加船体拢平安，暂时是无漏油污染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凯美洪台的雨量是真惊人哦！伫高雄美浓溪边的中正路，这水是灌过大人的腰。今仔早起店家拢的摒扫，损失是真严重哦。总统赖清德伫高雄市场单机卖的陪同去美浓勘灾。赖清德是表示讲，即届南部的雨量是比莫拉克的洪台哦更愈济，佮加上大楼的影响，水头就开始淹水咯。总统嘛强调讲，政府会针对极端气候来检讨治水，嘛会来要求各部会，包括国军哦，都爱全力来协助，互民众赶紧会当恢复正常的生活。
规条车路因甲变水路，水也直接灌入去店头内底。这是巨高美浓溪重起来崩化了后的情形，积水来到大人的骹目。若规条中正路地势较低的所在，水是淹到大人的腰遐尼悬。美浓这条中正路是当地上闹热的所在，但是今仔日会当看到全部的人拢无做生理，因为拢咧拼厝内。早日溪水涨起来了后，规个甲规条道路淹到上悬有够成人的腰部。为情就日拼到早起，居民无用甲浸水的家具粪扫拢拼出来。菜馆行洗几若摆，要是洗袂清气，这卡片全部拢浸水啊！腰便利店的货架、冰厨是倒了了，物件拢落伫涂骹，连要行嘛无骹路。到这，这上面无收到都要回去啊。就是从那个斑马线，然后到那一边美容那个农会那边，全部都是。高雄做大水，总统热抢到一透早就来到美浓区视察。头一站先来看美浓桥，因为溪水涨起来，当地积水是淹到人的腰遐尼悬。淹水50公分以上的民众，每一户补助2万块钱。那50公分以下的中低户加码，就到1万块钱。这超越了在2010年重创高雄的把那比台风的867毫米。看完排水设施，刷落来去果子园了解农损状况。总统表示，这届累积雨量超过500级风台，不管对倒一个县市拢是负担。佮拄当是年度的大楼造成淹水，不过美浓区积水深度和过去比起来有较低。这也代表这几年为着治水开的预算有功效，政府会继续来检讨防灾治水的设施，卖提供受灾的民众相关的补贴。若针对这届防灾不幸过往的人，总统嘛感觉真遗憾。记者王柔婷、陈显坤高雄报道。继续来看高雄的市区哦，4界拢有淹水，三民区部分大楼的地下停车场拢淹掉了，阁有一栋大楼哦，台电的机电设备嘛进水，影响到附近大楼的用电。今仔早起哦，阁熄电嘛已经赶紧在抽水了。台电统计哦，到今仔中昼，高雄阁有1000多户熄电。抽水机一直运转，淹水水位煞像要无降落。高雄三民区本合里甲第三街附近大楼的顶仔骹，遗落透早浸满浸水的物品。第三街周边大楼2号因为凯美风台严重淹水，水深上悬到胸坎，真无简单水提去，民众伫路边清理车，还有店家赶紧整理店面。他说要1个礼拜，我们前次88还是77，1个月没有电。店内乌妈妈毋是无开火，是停电，因为店家徛的大楼地下3层楼全拢淹水。台电机电相关设备拢浸水，搁牵拖到附近共用电力的大楼，互居民真困扰。食材都会坏掉啊，晚上没办法睡觉，太热。台电是说搭这边的电，那因为它这边水淹了，所以我们那一栋也没电。毋那这栋大楼对面大楼的地下机械停车场同款全拢浸水，一透早抽水机具继续运作，虽然已经抽出20桶水，但业者评估一天无法度抽刷。机械停车格底下基本上是满的。现在我们现在抽，基本上我们抽早上抽，现在已经抽20几吨有了，可是效果不大，因为太深了，它翻呐。毋那徛过大楼，台年伫林武的安门土厂，2号水淹超过半层楼悬，地下室嘛淹水。透早水提起了后，工厂内底乱七八糟，工作人员嘛赶紧来看安门土车敢有受损。车都移走了。哦。地下室淹水啊！地下室都淹水。这边整个都淹水了啦。台美风台强风豪雨，毋那造成真侪所在淹水，嘛连带毁损未少台电的设备。到2日中昼为止，高雄各有1540户停电，等待台电抢修。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再来看高雄田寮区的小滚水社区哦，水是淹到2层楼悬，附近的外世界嘛产生大量的土沙，甲雨水做伙冲到徛街哦。今仔日这水已经退了，也毋过哦，土沙是个真高，是真恶清。市长洗怪手，豆豆乌土沙甲路清出来，徛家厝外口有侪家具，包括椅仔、桌仔拢淹水，准备要等迄角。田寮小滚水社区居民真正讲风台天，大水甲大量的清灰含土沙灌入去厝内面，到搭水是拢退啊。毋过居民是无用咧清理遮的土沙，若无赶紧清，到时电器就歹处理。居民讲，即届灾情是比88风灾搁较严重。30年来有3次到将近2楼，平常都是到
膝盖肚窄。伊的水浸透了8个小时以上，以前呢1-2个小时就完成了。小滚水社区会当讲是即个产料上严重的所在，饮水关度有要300公分，有30户受灾。里长表示讲，产料社区会遮严重，是因为附近的人口油源无整治，风台落大雨，地树内水排袂掉，因是等到人口水退了后，社区积水才退。里长表示讲，产料地势上低，就是全世界甲小滚水社区。讲着爱趁这个要退水的时阵。硬弄，然后水好出来。暂时这地方专局讲要来做提防，讲啦，嘛无来做啦。产料已经几若年无做大水遮严重，水利局表示讲，未来有规划会伫社区甲人口之间起堤防，内水会用抽水机来抽，伫全世界美乐桥嘛会配合改建，阻挡溪水溢出来水流入去社区。记者钟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凯比风台早已经登陆中国，受到风台外围环流个西南气流影响，佮加上大流台南的咸水、新营、麻豆等所在，昨暗大排的水是因过暴寒，到早起佮有真侪所在水佮还未退。民众骑车经过淹水的所在，都烈水拢泄出来，受到凯比风台上大雨影响，后镇大排水沟的水拢溢出来。台南咸水地区包括出名景点咸水美食城、外港武庙，25暗差不多全部拢浸伫水内底。下早差不多4、5点，伊这个是泄堤，伊昨暝遐做水，即摆伊遐退水用，我这边咧做。即寡做生理要用的电器袂赴煞，敢若会当放互浸水，民众是真无奈。回车也是差不多，毋过就有较悬小可，免哪算？迄重的物件咱也无拢搬啊。毋过上深的也毋是咸水中正路，我外港武庙遐嘛有几台车浸伫水内底，水应该有遐悬。迄边差不多淹偌深嘛？这边吧，到腰哦。除了咸水以外，新营、后镇地区嘛对25暗开始淹水淹袂退，也若麻豆小比里将军地区的溪水涨悬，规片作物拢互淹去。内底大堆水啊，大堆水，范围偌大啊！范围在这个钟头啊，规庄拢撞掉了，规村拢掉。虽讲风台已经离开啊，也毋过游园咧透风落雨，佮有后续的西南气流，民众无奈讲，等水退了后，变出来的挑战才拄要开始。记者综合报道。屏东的第17线后嘛，阁有真侪路段的积水阁还未退。定安川400-500公尺的连外道路积水上深的所在是有超过半个人遐尼悬。另外，屏东的金蕉、往来等农作物损失嘛真惨。县长周春美就呼吁农民，就要赶紧翕相做记录，向公所来申请补助。现在车都不敢过。民众骑车过，看到头前规片积水，烦恼会有危险，规气势翻头。风台虽然已经离开，雨有较点，不过屏东第17线真侪所在水还未退。另外一搭水看到唔知影有偌深，烦恼会飙车，嘛是赶紧拍翻头。民众冒险撩水行过，这是定安村对外的车路，积水的面积差不多有400-500公尺长，淹水上悬有淹到超过半个人轻悬。昨天早上的姨妈放个腰吧，闪红灯都过遐就平安啦。这边的雨伤大啊，透袂离，透袂离啊，晓啊。不过咧提速度是比较早搁较好做啊。车驶过，水是直喷起来，看落是真危险。不过为着要出门，要是有人硬驶车出去，即个风台内大水雨造成积水甲淹水，唔若影响交通，农作物的损失是搁较严重。规个看起，金蕉园唔若是倒规片，还搁浸伫水底。这即马含讲要甲整理好，势就无法做。屏东的农村唔若是金蕉，因真出名的蚵仔甲往来嘛拢传出灾情。县长周春美表示，即个风灾屏东的农村是上较严重，呼吁农民会当赶紧翕相，甲公所来申报。屏东这一次因为凯米台风来袭所造成的农业灾害损害是全国最高的，呼吁我们所有的农友兄姐赶快这个拍照，然后赶快到乡公所、乡镇公所去申请。国防部长郭立雄嘛去屏东视察，因为汉光40号演习的期间，拄好拄着风台，国军赶紧转换任务，投入救灾，展现军民一心，做伙应应灾害。郭立雄特别发加菜金，感谢国军伫演习的期间，搁随官来救灾，嘛提升国军的士气。记者综合报道。
台北风台造成中南部淹水是淹甲真厉害。有国民党的立委就批评讲，包括嘉义县、台南市、佮高雄市，拢是前瞻建设特别预算治水的重点哦。因质疑讲钱是开去倒位咯。高雄有民进党立委是表示讲，高雄利用治水的预算建设25座的治洪池，119条的排水系统，面对雨水遮尔多是有发挥作用。堪比风台来强风大雨，造成中南部真侪所在做大水，尤其是高雄一天的雨量就超过莫拉克洪灾记录。因若国民党立委讲，包括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拢是前瞻建设特别预算内面治水的重点地区。不过这边拢浸伫咧水内，这期补助经费是不是拢会花去？在整个的前瞻预算里面，高雄市拿的最多，超过1200亿治水预算，高雄市也是名列前茅。请问一下，这些治水预算到底花到哪里去了？光是编列治水的预算，在前瞻计划就占了884亿。我们至今没有看到这样子的高科技预警还有监控落实在这次的风灾当中。国民党立委陈金辉并出前瞻预算报告。讲水环境建设项目总共2040亿的预算，其中河川加排水改善计划编列884亿。因若根据前3期水环境建设相关补助件数甲金额，高雄市、台南市加嘉义县是排前几名。另外，伫第一线保强城市防洪排水的应急工程，这3个县市经费也拢排前几名。蓝眼奖的打水漂。完全是风凉化。高雄的治水预算做了25座治洪池，119条排水系统，减少了高达490万吨的水流入市区。许多过去严重淹水的地区，这次水退的也快很多。面对极端气候，必须要在不断的调整，刻意的用口水攻击，刻意用政治攻击来抹煞过去的一些建设的努力。我想这个是不必要的。洪灾搁在引起朝野互相攻击，民进党的高雄市立委是回击讲，这么上重要的代志是协助灾民完成灾区的重建。记者综合报道。台股迄2天的风太假哦，也毋过这2天美国的股市是大落，所以台股今仔早起开盘嘛大落，盘中是大落要1000点哦，嘛落破22000点的季线。台股今仔早盘上侪是落982点哦，期待消息3条。早起台积电一开盘就落64块，盘中哦上价是落到915块。分析师表示讲，受到美国科技股大落的影响，外资的卖压是真大。也毋过盘中的落势是较长和，落尾收盘是落752点。咱再来看第3场的1号机，接照7月27，就是明仔就到期咯。花协团体是批评讲，刘伟提出核电延役的手法是想要放水，今仔呼吁第3场应该要停机退休。也毋过台电是表示讲，因会依照程序来进行。迄安会嘛强调讲会继续来监督核电厂的运作安全。核三如期处理，保障人民安全。大声发口号，要求政府一定爱互核三厂确实停机甲除役。几个反核的团体26举行记者会，强调核三厂1号机爱伫27停止运转。这个会议接受立委提出核电延役修法，无了以核电安全的问题，呼吁核三厂都要确实停机甲除役，互民众免生活伫核安的风险。核能延役的评估跟机组的更新，至少都需要5到10年，所以核三厂的电力是低贡献、高风险。对我们来说，就是应该要直接除役了哈，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我们还有行政院永续会的非核教育小组，为什么会轮到气候变迁委员会来讨论核电延役呢？不是只有能源使用而已，而是后端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包含安全、包含核废料，他们会在这里面讨论吗？因为总统府的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8月份会把重点放在气候冲击、甲电力供应需求来做讨论。反核团体强调讲，委员会无应该把重点放在核电厂延役等等的议题。不过，有支持核能的团体认为讲，核电应该甲绿能并行。以核养绿就是用核能来帮忙这个对抗这个地球暖化的。绿能的绿能是比较狭义的，核能跟再生能源都要一起发展。1月27号届满，那依法就不得运转，所以后续其实台电相关的一些需要处理的计划工作的话，必须要取得管制机关核发的许可。对核三厂1号机停机，台电表示，
会照操作的天数降载停机，进入除役的阶段。也若是安徽强调讲，机组停机进入除役的阶段了后，会持续监督由运转的状态到停机除役的过程，拢有符合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北美的航太防卫司令部第2师头一届伫阿拉斯加附近的空隙查到4台罗西亚甲中国的轰炸机。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是表示讲，伊并无意外。中国跟罗西亚军方是表示讲，这场空中联合巡逻的行动并无针对任何的第三方国家。两台俄罗斯的 Tu-95战略轰炸机甲中国的轰六战略轰炸机，二是头一届伫俄国远东甲白令海天顶进行联合巡逻，地点挖近美国阿拉斯加州。美国甲加拿大共同组成的北美航太防卫司令部表示，美加战机有哪查到轰炸机，拢伫国际的空隙，所以无甲当作威胁对待。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25伫国防大楼的记者会表示，美方对这件代志无意外，因为中俄两国常常进行这种的测试。We see activity in the north on a number of occasions, and we are always at the ready to address that activity. It's the first time that we've seen these two countries fly together like that. They didn't enter our airspace. I think the closest point of approach was about 200 miles off of our coast. So, but this is a thing that we track very closely. We're able to intercept and. 不过，阿拉斯加州参议员穆考斯基甲这件事件形容是对手较早毋捌有的挑战。佮讲这是中国头一届互人拿查到做伙行动。中俄两国军方讲这是联合巡逻行动，无针对任何第三方。中国佮讲这场巡逻甲目前国际也是区域局势拢无关系。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国际社会制裁以来，莫斯科甲北京的关系就变得愈来愈密切。7月初，两国早拄结束伫太平洋第4场海军联合巡逻。北约组织华府国防会的联合宣言讲，中国伫乌俄战争有决定性的角色，并呼吁北京对俄罗斯的战争行动停止物质甲政治的支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24伫广州甲来访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晤了后，25个则由东协加1、东协加3外长会议，伫辽国的首都万象甲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见面，就重大议题交换意见。公司新闻汪慧文编译。英国前一站有几个查甫人伫曼彻斯特机场发生冲突咯，警方处理的时阵，有一个警察去踢民众的头，影片互传去网络顶头，有真侪民众是真生气哦，嘛去市政府跟警察局抗议讲警察上超过咯，嘛阁有种族歧视。嫌犯互警察压伫咧涂骹，头互人用骹踢，一个正大力打伊的头。英国曼彻斯特机场第2航厦，传讲敢若是有执法过当的代志。英国警方2-3暗接到报案，共有几个听讲是对巴基斯坦坐飞机来的查甫人伫机场发生冲突，去处理的警察一个被攻击，送病院治疗。一若涉及到冲突的其中一个查甫人被压伫咧涂骹了，头阁互警察讲，其他的查甫人是互警方用电击枪攻击。Just imagine a first-time visitor to the UK. And they get to see the brutality from the UK police. They will not want to visit the UK again. We stand in solidarity. 影片传喺网络顶了，引起真侪人不满。有几落百人伫咧警察局外口抗议警察执法过当加种族歧视。大曼彻斯特的市长办公室外口也有几人伫咧抗议，市长叫大家爱冷静，并且讲已经采取正确而且适当的行动。大曼彻斯特警局发声明讲，因理解大众对这件代志的关心，伫咧逮捕行动使用这种武力真罕见，也引起社会不安。英国首相施凯尔也真关心。Well, I have seen the footage, and for that reason, I do understand the public concern. Obviously, action has now been taken in relation to the suspension of an officer, and the Home Secretary is already having those discussions with the Mayor of Manchester. 警方表示，其中一位涉案的警察已经被停职，并且也把这件代志提交予独立投诉监管机构进行调查。不过，这个查甫人的律师讲，伊的头予警察攻击了，伤势恶化，脑内面发现规个拢肿起来，可能有性命的危险。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
继续来关心风台的灾情哦，伫宜兰山区的道路，即届是互风台扫甲路惨惨哦。苏花公路新二磅坑的南北口傍山，目前一天嘛只开放3个时段，会当单线双向通车。第7架线哦，佮继续封路，按算下晡5点会当畅通。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嘛到宜兰去了解农损佮有道路畅通的进度。 怪手赶工要赶紧甲路畅通，宜兰苏花路龙新路磅坑南北口，因为凯米风台所带来大雨，土石放来路袂通，北平甚至有破坑。公路局即马积极伫咧抢修，2日开始一天只开放3个时段，要规划可能要1礼拜。南边有摊方，这是南下线的部分。 南下线的部分，北口跟南口都有摊方，了解。对，那北口还有一个缺口。第7架线放甲更加严重，大型机具一直出力伫咧抢修，有警性封路要解除，要到下昼5点。大雨也予宜兰山区的农作物灾情正严重，南山各地菜园、各地菜顺着溪水流无去，4月产损失也正惨重，估计损害面积有到1公顷。 免啦，讲不哩借钱，我就知影讲不哩借钱呀。阮囝就讲哎，话浪话我袂好人。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2日到宜兰视察农损，也有山区道路畅通的情形。除了西瓜、三星葱仔也受灾，损害面积要到20公顷，农民的损失差不多321万。行政院答应讲，会请农业部盘点农损，补助是奖款2定，全力协助农民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花莲的北回铁路佮有苏花公路，即马是全面拢中断哦，所以住伫北部的民众就爱先去高雄，才通搁坐高铁上北。观光业者嘛，呼吁交通部应该赶紧安排飞轮机来疏运。花莲火车站卖票大厅一早起就人真多，若是来问北回线当时会通，就是要来退票。 伫看板顶头行车资讯，向北的车全部拢停驶，要去台北就要坐南回线到高雄，结果换高铁。只能往南部走，只能往南部走，然后要花的多少时间？那个多花3倍时间。我们本来的行程都已经约好了啊，现在北上没有办法啊，就是要退票啊。代替讲受到风台影响，北回线从定到河林段有真侪所在崩山，即马土石估计有2万立方公尺。 而且石头也阁一直落来，就要等到雨较水才有法度畅通。已经很明确讲，今天北回一定是没办法通了，好，受到土石流影响啊，那淹没了我们东西正线。那我们预估哈，今天哈，在24小时，我们预计先抢通东正线啊。 一个留喺遐嘅旅客，有人是坐游览车向南，搁再坐其他嘅交通工具。凯米风台对花莲嘅交通造成重大影响。 和控诉控山地当了，有淡薄起来大棒率，怎么个拔50%？花莲真的是多灾多难，好不容易暑假看到有一点点的回流，但是台风又来，路又断，那花莲到底怎么办？目前唯一可能可行替代的方式，一定是这个航空的部分了。那目前有听说他们正在讨论有加班机的这个部分，我们也非常的期待。 花莲这么航空飞台北、台中、高雄一天只加一班，是毋是有法度加开班次？观光业者希望伫非常时期会当用离岛条例补助票价，已经透过立委甲交通部一个民航局协调。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菜价哦，因为中南部的灾情是真严重。台北农产公司是表示讲，今仔菜市的进货量大约是800多吨，比2天前哦减了一半。平均的拍卖价数大约是起2成，至少要搁等2礼拜哦，菜价才会回稳。哦，这个是之前抢收然后他们库存的菜农库存的。 风台甲休市了后，滨江市场卖菜市是减真济，民众买菜除了看敢有水上，价数嘛是真重要考虑的因素。有比较高一点，我现在目前只有买到高丽菜。那今天买多少啊？之前的价格你自己？之前差不多在40几块左右吧。一斤吗？哎，对。啊，今天50。啊，起一束啊啦，因为下港拢落雨啊，无法度来，有的车也袂过啊，阮。 山顶的水路嘛袂通啊，所以菜拢有较起啦。啊，鹿妹啊，青江菜啊，反正青菜类都有涨啦。有话那讲，亲像瓜仔树、甲水莲等等，因为产地路袂通，就无货。
其他的单位现在看到的菜，亲像汤丝仔菜、油菜、叶仔菜，顶礼拜差不多一斤是40块，即马差不多一斤50块。那个菜顶礼拜一斤是45至50，即马是60至70，平均差不多起3成。不了解，可能对于蔬菜也有造成了约3到4成的一个影响。那另外呢，农政单位也可能对于一些比较大宗的蔬菜，比如说高丽菜也即将也会透过我们公司的一个超市的通路来做一些促销的事宜。那我们视情况，我们会来启动这个评价作业。北农表示，日料台北市菜市进货量差不多是879吨，比例是1600吨减买一半。菜市大卖平均交易的价格嘛，为昨日30多块起到46块，起8块外，增加的幅度差不多是23%。水果，因为我今天只有买芭乐跟那个木瓜，价钱1斤大概涨了10块钱。另外，农业部到25为止，全台湾农损的统计以屏东县2亿4千万上严重，花莲的农损毛5300万，也那分林是2600万。初步估计，全台湾农损的金额超过3亿6千万。也那果子类是以金蕉、柠檬、芭乐、木瓜、甲桥等等受损是较食力的。记者综合报道。创作出望春风、保破梦加经典歌曲作词家李林秋伊伫台北大稻埕的旧厝，也因为产权的纠纷，互法院拍卖，落尾是伊后生家己买落来。伫市政府佮文化部的补助，即卖已经修复完成了。嘛，加做歌谣音乐馆嘛已经对外开放，咱做伙来看卖。经典的歌谣《望春风》，这是台湾著名作词家李林秋的作品。政府甲李家子孙为2022年启动的李林秋故居修复工程，伫去年完成。经过内部准备，26以歌谣音乐做主题，号名林秋居重新开放。实现阮老爸在生的愿望，就从1楼做这个公共表演空间。台湾人踮咧李林秋居。唱台语歌，同时咱就邀请国外迄个艺术团体来共同来遮表演，咱内容较丰富。林秋居1楼规划做表演空间，2楼做电视空间，有一个李林秋在生的时使用的物品，也彰显李林秋创作的时惯时的深夜、烧酒、过来芳创作情景。林秋居通重新开放无简单，除了李林秋的囝李秀甘总钱以外，中央地方也到3工。修理经费2000多万，2000多万文化局退咱补助40%，文化局甲文化部申请，因为甲咱补助35%，我家己出25%。走了3任市长，各位才看到这样的一栋建筑，真的。表示说，文化资产的东西是要花钱的。伫台北市大稻埕的李林秋故居，过去捌有复杂的产权纠纷，各面临法院拍卖。落尾是李秀甘以优先购买权买落来，所落来甲中央地方合作，进行总经费2000万的修复工程。即马林秋居开放，台北市文化局表示，会找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讨论，看安怎甲林秋居甲流行音乐结合，做伙推广。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伫1930年代咱台湾有3间大百货公司，台北的菊园、台南的林百货，佮有高雄的吉仔。这几冬咱台南的林百货经营了真成功。最近台北市政府就甲民间做伙办台北菊园百货的历史展览未来嘛望讲会当来开放古早菊园百货的热闹。大家拢听过台南的林百货，伫台北城中嘛有一间菊园百货，这2间拢是1930年日本时代时伫台湾开幕上大间的百货公司，但是因的命运却有真大的无同。林百货是台南市的国家古迹，但是菊园百货只是私人的历史建筑，甚至菊园百货伫2014年的时阵，佮遭受互人拆除的规矩。后来所有权人国泰世华银行甲民间文史工作者合作发动文化保存工程，决定把菊园百货的历史基地保存落来。很多有心的可能文史工作者啦，或是民众，对这个菊园百货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注了哈。那他们希望把菊园百货这样的文化资产留下来。
2015年的时候那个来过这边，然后从外边看的，然后我那个时候那个跟那个台南市的那个林百货那个比起来，还是那个比较那个觉得。怎么说呢？是那个还是那个这建筑物没有那么那个白灵活那样子，所以我觉得比较那个寂寞的。为着要传承菊关百货文化资产，台北市政府甲民间企业伫未来半年要举办守护城中再现菊关的展览活动，内面除了有台湾第一代民间使用的电梯流廊以外，嘛有提供 AI 人物的画面来重现菊关百货的100年基地。菊园百货其实大家知道是台湾第一个现代化的百货公司，而且也因为当时有7层楼之高，所以有7重天的美名。那室内也有第一座供大众使用的电梯，所以种种这些其实在当时象征着台北市的繁华。台湾战后百货公司的经营方式，大部分拢是受到日本企业的影响。为着要保存这款珍贵的文化资产，台北市政府希望展览活动是头一步，未来计划会当重现菊关百货的历史基地。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法国巴黎为着奥运期间的安全，维安的管制是真严格，管制区拢要经过申请才会当出入咯。有一寡民众就批评讲，这实在是上麻烦咯。经过巴黎红色管制区，亲像塞纳河边、罗浮宫，也是埃菲尔铁塔这所在，不管是居民也是游客，拢要先伫检测站摕出 QR code 含身份证明，才会当出入。2024巴黎奥运就要开始啊！虽然内政部的政策是为着要确保安全，但是当地摒扫的工人讲，警察是一个叫伊行这条，一个佫叫伊行迄条，本地只要25分的路程，即摆行1点钟。佫有多多车的司机是不满管制，多多口说讲，恐惊只有总统马克宏的朋友，才会当伫遮世界行袂轰动。On n'a pas encore eu les autorisations, on ne sait pas pourquoi. Peut-être que il y a que les amis de Macron qui ont le droit des autorisations, ou alors des lobbies comme le taxi, où je ne sais pas comment ça marche. Mais nous, on n'a pas eu d'autorisation, donc c'est pour ça qu'on a pris des vélos en attendant, parce que on a des familles à nourrir aussi, quoi. It's been really hard because everywhere has been barricaded, closed off, blocked off, and there's everywhere policemen. So it's hard to get around here. 日是伫英国伦敦国会广场外口，草坪顶悬是立487这个数字，来哀悼对俄罗战争爆发以来罹难的乌克兰籍的运动员。这人内面是有机会伫奥运的比赛内面摕奖牌的好选手。运动员使用的运动器材是特别使用乌色。伫这届奥运，乌克兰是派140个选手来参加，是对乌克兰独立以来参加奥运的人数上少的一摆。公司新闻新乐报的编译。下晡半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31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1度；外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29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气象署佮继续针对中南部地区发布大水豪特报，所以观众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下礼拜下晡3点，咱再会。